在咱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方面通过咱台湾受北边高压的影响，北台湾的温度嘛降低。咱同齐来看温度。今仔日北台湾高温大约是23度至25度，其他所在高温是27度至30度。若各地是偶出现短暂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伫西半部、宜兰、花莲有局部大雨。总共对流的分析到规，就有可能会向上大雨，会透强风，会单雷公，会出现剧烈的天气。若下暗到明仔早起，北部、东半部会冷雨，雨会较停。抑搁真紧，搁有另外一撮锋面挖进台湾，对拜五会一直影响到礼拜。若受方面的影响，今仔日全台湾天气拢真无稳定。今仔日气象署共款有针对湘北、基隆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甲彰化发布大雨特报，嘛不时有可能会针对出现较旺雷雨包的时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警报，所以要提醒乡亲要爱细致，因为惊雨落伤凶，就会积水也是淹水。